新北市针对着这公共便所受设计一套监督的机制，民众若总发现这便所无解清气，也是讲有问题，就当透过这内底的 QR code 用手机通报，也若环保局就会随派人去到现场了解。民众来到公共便所，上惊的就是环境无清气，也是闻到臭味。即马只要透过这 QR code， 唔会当反映清洁的问题，连设备有问题，咪当联系通报环保局。最怕遇到卫生纸不足的部分，然后像公厕就是人流高，那就是使用率大，就是会有环境湿滑的部分。有时候常常会找不到那个公厕的那个清洁人员或管理单位的人员，那我可以透过这个 QR code 可以反映，让那个管理单位可以及时来做处理。男生的厕所卫生纸没有了哈，那民众他也把这个厕所的一个现场的状况哈，用拍照的方式上传到这个系统里面。当我们公厕管理单位补充了这些卫生纸之后，那也会把画面进行拍照上传。通报系统用到单已经超过116件通报，大部分拢是设备需要改善、环境垃圾、涂骹淡以及无卫生纸、有臭味等等问题。环保局接到通报，就随派人去现场解决问题。你使用公厕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地板湿滑厕纸不足或者是设备损坏然后将这些问题来进行通报。那我们通报之后，我们的管理单位的同仁就会迅速掌握这些问题，导入自动化的一个智慧公厕的管理设备，监测到了超过这个阈值，它就会自动来启动我们的抽风机以及我们的空气清净机。除了设立通报机制以外，新北市环保局表示，民众也当透过系统替公共便所拍分数，希望全民拢是公共便所的监督者，让公共便所变清气。记者杜君和新北报道。